身體掃描。喺身體掃描入面，我哋會將意識同感覺集中喺身體唔同嘅細部分，逐一感受呢啲部分，然後我哋會將呢份覺察擴展到成個身體。透過身體掃描，希望我哋更加細緻咁感受到身體嘅感覺，同呢啲感覺連結。我哋會喺2下鐘聲之後開始。請喺一個舒適嘅座位上面坐低。你可以選擇輕輕咁挨住椅背，或者稍為離開椅背咁樣坐。雙腳踩住地板，雙手放喺一個舒服嘅位置。感受你嘅腳板底踩實呢個地板，嗰種腳踏實地嘅感覺。如果你覺得而家呢個姿勢未係舒服，可以稍為喐下你身體嘅關節，去讓你可以好自然咁樣坐低。我哋會用3個深呼吸去開始我哋嘅身體掃描。試下吸氣嘅時候，慢慢咁樣數5秒，吸氣，定住你嘅呼吸2秒，呼氣5秒。再吸氣，心裏面慢慢數5秒，定住2秒，慢慢咁樣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如果你願意，你都可以做多1-2次咁樣嘅深呼吸，作為我哋嘅熱身。慢慢將我哋嘅心思擺喺我哋嘅呼吸上面，唔需要呼吸得深或者淺，快或者慢，按住你舒服嘅嗰個速度同埋深淺，回歸返去平日日常嘅呼吸部分裏面。留意下今次你嘅呼吸對你嚟講係屬於偏快、偏慢、偏深定係偏淺？花一啲時間，我哋將注意力擺喺我哋呼吸上面，好自然咁樣去呼吸。感受下
空氣進入你鼻孔嘅感覺。慢慢呼返出嚟嘅時候，呢個空氣係暖嘅定係凍嘅？濕嘅定係乾嘅？抑或有其他嘅感覺？都可以係介乎兩者之間。讓空氣自由咁樣進入你嘅身體，進入肺部，想像佢經過鼻孔、氣管、支氣管，再進入肺部，然後呼返出嚟。我哋想像我哋嘅意識就好似我哋嘅呼吸一樣，你留意到去吸入，喺你嘅身體停留，又按住你嘅意願咁樣去呼出。如果你嘅思緒去咗第二啲嘢度，唔需要去責怪自己，慢慢咁樣將你嘅意識拉返去你嘅呼吸裏面，輕輕咁樣返去，就好似返去你呢個呼吸嘅動作。我哋嘅呼吸冇所謂好啲，抑或冇咁好嘅方法，只需要自然咁樣按住你身體嘅步伐。想像我哋嘅意識就好似一陣氣流咁樣，有時候可能會飄咗去唔同嘅地方，同時我哋嘅意識都令我哋可以留意到身體嘅感覺。我哋想像呢一股氣流由我哋嘅腳趾尾慢慢咁樣經過我哋嘅軀幹，流向我哋嘅頭部，由腳板底經過小腿、大腿、身軀、雙手，經過膊頭，再去到我哋嘅頭頂。同時記得要呼吸，注意下呢一股氣流隨住你嘅呼吸有冇啲乜嘢變化。然後我哋想像呢一股氣流停留咗喺我哋嘅頭殼頂，試下順住佢去感受你頭殼頂嘅感覺。我哋每一下呼吸可以吸進去我哋頭頂嘅位置，慢慢咁樣呼返出嚟。同時，當我再講一個身體細部位嘅時候，嘗試將我哋嘅意識同感覺集中喺嗰個部分，輕輕咁樣
自然咁樣去感受佢。頭頂，感受我哋嘅每一條頭髮。頭皮，成個頭殼、頭頂嘅位置，後腦，額頭，太陽穴，眉毛，眉毛同眉毛中間嘅位置，眼睛，你都可以輕輕咁眯埋，或者鬆動下你嘅眼球、眼皮、鼻梁同埋鼻哥，眼下邊面珠燈嘅位置，鼻孔下面，嘴唇上面同埋嘴唇，嘴巴兩邊嘅面頰，一呼一吸，下巴嘅位置，頭顱連接住頸嘅位置。如果你想，你都可以輕輕喐動下你嘅頸部，揈下你嘅頭，溫柔咁樣感受下你成個頭顱。當你呼吸嘅時候，頭部嘅感覺係點嘅呢？呼吸，留意頸部，感覺膊頭
如果你感覺自然嘅話，都可以輕輕喐下身體嘅部分。膊頭連接住雙手，你嘅上臂、心口、上背、你嘅前臂、腹部、一呼一吸，下背嘅位置，然後手腕同埋手掌、手指同手指頭，吸氣，感受你嘅腰部，想像呢一股氣流而家流經你嘅軀幹，聚集到腰部、腹部同下背嘅地方。當呢股氣流經過嘅時候，你嘅身體有冇感覺嘅呢？呢股氣流有冇溫度嘅呢？有冇感受到一啲你平時可能冇乜留意嘅身體感覺？然後感受你嘅 pat pat 同埋盤骨嘅位置，你嘅 pat pat 黐住呢張凳嘅感覺係點樣嘅呢？呢個時候你嘅雙手擺放緊喺咩嘅位置呢？佢有冇一啲感覺嘅呢？感受下你嘅身軀
被呢張凳承托嘅感覺。如果你嘅背脊一路黐住張凳，都可以感受下你嘅背脊。我哋繼續讓呢股氣流移到落去我哋身體嘅下半部，感受下大髀同大髀黐住呢張凳嘅感覺。吸一啖氣，讓呢啖氣去到我哋下半身，讓呢一股氣流行經大髀，去到你嘅膝頭，再流經你嘅小腿，感受下你腿部肌肉嘅鬆緊，你都可以輕輕咁喐下佢哋，睇下有冇一啲感受係平時忽略咗嘅。然後又可以將感覺移到去你腳腕同埋腳掌，然後係腳板底踩住呢個地下，嘗試喐下你嘅腳趾，想像呢一啖空氣由你嘅鼻孔穿越身體嘅下半部，去到你嘅腳趾，然後我哋嘗試吸一啖氣，想像呢一啖氣由腳板底行經你嘅身軀、四肢，返返去你嘅頭頂。我哋維持住呼吸嘅時候，嘗試想像呼吸嘅空氣擴展到我哋成個身體。佢可以係深深嘅一啖氣，亦都可以係淺淺嘅、自然嘅一啖氣。唔需要刻意調整你嘅呼吸，只需要透過你嘅呼吸，將你嘅意識同感覺慢慢咁樣滲透到你全身。你嘅呼吸可以繼續聚焦喺你想感受嘅身體感覺，又或者將你嘅意識繼續擴展到全個身體。一呼一吸。我哋會用2下鐘聲結束我哋今日嘅練習。